咁你包括而家咧，我發覺咧，香港好多冗員，同埋咧，你見到楊局長佢都唔係用嗰種負責任嘅態度，佢就話哦，今日解話咧，我已經係加咗30條線啊，聽電話，又加咗30條線嚟聽電話。喂，好老實啦，即係而家啲 AI 咁犀利啲科技咧，其實你應該係加咗喺科技上邊，將佢嗰啲電話咧緊急由1分鐘去到30秒，就由 AI 已經係可以處理咗咧。佢嗰個時局係幾咁危急嘅時候咧，可以轉接俾人手聽。當你見到呢啲宏福苑咁大鑊嘅時候，你用人手聽冇問題嘅。即係你，即係你話淨係加人手，你就係加60個人手，佢就諗住係卸膊。我已經做咗嘢啦，加咗60人嘅。即係但係問題係，我哋都係講呢句説話。我諗 AI 咧都唔會好似咧你哋嗰啲宏福苑999咁咧，喂，你有需要再打嚟啦。啲災民同佢講緊，而家啲燒到入嚟，喂，係㗎，係等咁耐㗎啦，你有需要再打嚟啦咁。你啲聽到你都火滾啊，係嘛？我諗你用 AI 嚟講咧，我諗可能嗰個態度仲好啲啊。咁你只要咧將呢一個咧緊急應變系統咧由60分鐘調到10分鐘。你將999嗰啲服務中心咧，你可以調一調佢咧，將佢分為等級 AI，一去到接線生嗰度咧，因為你知道咧，好多人咧佢係虛報一啲嘅即係報警嘅，即係好多惡作劇嗰啲嘢。咁你可以用 AI 咧，透過30秒嘅時間嚟篩選，跟住一發覺係堅咧，就即刻咧個高度戒備咧就射去俾人手接咁樣。因為你發覺你成日嘟嗰度咧，其實已經係嘟咗成分幾2分鐘都冇人聽。你可以用嗰個999系統咧，你變咗做 AI 咧，啲人一打嚟5秒之內 AI 接咗佢，跟住咧憑60秒或者30秒將佢呢個人嘅求助個案咧就分咗等級，然之後再射落俾接線生。你而家咧，其實我話俾大家聽咧，而家你喺手頭上好多嘅媒體咧，你譬如去買嘢啊等等咧，訂機票咧，佢全部用 AI 嘅。佢開頭全部，因為我成日買嘢咁，佢全部用 AI。當佢唔識答你嘅時候咧，佢就自動會轉到去人手㗎啦。其實你消防系統或者999，我相信佢都要用 AI 去配對，即係頭嗰30秒我講。你因為咧，你因為你等候嘅時間都唔止嘅，有陣時響好耐都冇人聽。即係如果你用 AI 系統咧，你有人接咗先咧，我覺得呢個係緊要。跟住嗰個緊急應變系統由60分鐘降到為10分鐘啊，唔係你嘥咗億幾銀啊，大佬係嘛？咁其實仲有好多嘢嘅，即係咧嗰個大律師杜鑑坤咧，其實已經講咗宏福苑咧就千瘡百孔嘅。